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用过一句广告台词，讲上色都袂粒，意思是讲一个人若是到40岁，体力各方面都会慢慢无亲像少年家遮尔啊好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粒影的粒，读落啊粒第4条。粒会当讲是互几啊模型啊甲分别砍去，咱讲是互几啊粒去。另外粒嘛有轮调的、紧调的意思，像讲粒屎粒尿。另外粒嘛有摇起、连起的意思，像讲火粒起、面皮粒起，嘛会当形容物件拗起来，像讲滚粒茎、纸粒魂。另外会当形容讲退后或者是揪起，像讲伊若讲到钱，就粒落去。古早讲粒影是有翕相的意思，咱现代若讲粒影是讲录连续的画面。即马若是用粒影机、用翕相机甲手机嘛会当录影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粒景，会当讲是扣景，这嘛是一款做衫的方式，甲衫或者是裙填做一言一言。另外粒景嘛会当形容一个人年纪较大，生条魂。第二个词读做粒屎，本地是讲想要方便耍紧条的，嘛会当形容一个人足当生、足吸屎、足气质、咸挂色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阿公自少年开始，对家己就足粒屎，也毋过欠长内度的钱，摕去帮助别人。就算讲即马面皮拢已经粒紧啊，伊嘛是安尼做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粒，提供互观众朋友来参考。